首是374首，请来祝金根。这首诗的这个作词是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沙劳越东马这个卢珍长罗金龙书伊所写。这位牧师是这个马来西亚沙劳越卫理神学院礼拜甲音乐学系的主任咱来去看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调，咱请起来歌一下。咱这个书来念一下因为即摆年纪较大，这个荧幕看无嘛，来看这个。来，咱第一站念一遍来，请来祝金光，献上受造世界，由你感到万心，甲观音同在。第二站，请来祝金光，献上颂扬灵魂。颂扬人群由你点到万心，互阮一加音。咱这个唱法来第一站请来祝金光。应该算第二请来祝金光，献上受造世界，遐半拍，所以遐爱呼吸爱呼吸，后壁就在你呼吸搁第一再搁一个来，请来祝金光，献上受造世界，由你感动。经内面约翰第1章第9节有讲，有真的光来入世间，得照万人。所以咱真清楚，这个真光是指什么啦？主的有真光，有真的光来入世间，得照万人。来，咱搁继续念第3节来。第一段后壁遐拢是人群啦，所以对遮阁有人唱人，人后壁毋知要怎唱，人群若有唱毋对的后礼拜要摕干货。来，咱第一站搁唱一个，较熟的来，
新诗72首，哦，这首诗较轻快，哦，较轻快。二马台好有写讲，恁既然行医伫我的兄弟中至世的一个，就是行医伫我。意思就是讲，咱所行所做，拢爱亲像耶稣，伊拢为着世间上世、上卑微的兄弟的一个咧服侍，咱的生活嘛是就应该安尼。咱即个歌词，咱来读一下，因为真简单啦，真简单。这首诗拢总有6节，6节，咱甲来读头前，后壁副歌咱读一遍好来。第一节来，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今日世界，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生活所在，看你身边的正兄弟，看你身边的正姊妹，看听咧关心。所表示看、听咧、关心，第二节，来，耶稣，阮伫医生手中，点袂忘着你，伫烦恼所传道理，点袂惊着你。好，咱来试看卖，来第一节，先引段一段嘛。来，第一节做下来，来，耶稣我伫倒位找你，你生来，耶稣我伫倒位找你，你是我所在，看你身边的真兄弟，看你身边的真姊妹，关心第一节个出来，耶稣伫倒位找你，你生来，耶稣我伫倒位找你，你是我所在，看你身边的真兄弟，看你身边的真姊妹，关心的第二节，耶稣伫医生手中，点袂忘着你，你看我所传道理，点袂惊着你，看你身边的真兄弟，看你身边的真姊妹，关心。咱搁念上尾一摆，第一节，咧念的时伫副歌的时看你身边的真兄弟，你来看你身边兄弟姊妹来试看卖，来，耶稣我伫倒位找你，你生来，耶稣我伫倒位找你，你是我所在，
好，咱下期到这准备先。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走啊！人啊，捌指示你上是好，上主爱你啥物，就爱你，行公义，心存律法，相比甲你的上帝哪较行？三甲来吟诗乌鲁上帝，圣诗342首，342首。
读圣经，做回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基督大家用黑英文52篇来印达上帝的话，黑英文伫咧信息后面，黑英文52篇，恁着找做无心加参星迄位。叫海水来变入地上。伊互强敏的人忽然灭亡。因怨恨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因为恁欺压善食人，利用刁毒的石头起事，袂当踮伫迄内面。我知恁的罪过有偌济，恁欺负义人，受侮辱。所以通达的人伫即款时势会静静无讲话，着追求良善，毋通追求邪恶，才有活路。着怨恨邪恶，意外良善，审判的时主持公道。上主讲，我也有看轻恁的责任。虽然恁显小化者甲数者互我，恁显为的真心做平安者。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总是着互公平亲像大水流。同心来祈祷，这次有在的领教馆，也是多减肯定，也是温热。当患难的时，阮要徛伫即间的头前，伫你的面前敬求你，因为你的名是念伫即间殿，你要来听来请求。上主啊，完成心的祈祷，请你听全世界即马汉肺炎的疫情，台湾因为你的恩典，大家有较健康，毋过全世界每一日都有超过25万人感染，嘛有7000外人不幸死亡，就亲像你讲的。以色列家的城出1000个，只有剩100；出100个，只有剩10个。每一个病人后面拢是一个伤心的家庭。是啊，今年以来已经有60几万家庭因火、为新冠的悲伤，
即内底真侪家庭连好我总量也做袂到。请你听，中国即马咧做大水，超过1000万人受到影响，因的厝泡伫咧水底，会泡5目屎。啊，毋过中国的领导者无咧关心百姓的生活，也是照常压制勇敢的少年人，照常我的南海军事演习，照常用飞机来救援台湾。听你讲，还佫有侪所在拄着有关的气候，台北也才佫拄着几百年来上热的一天，日头照落来，无人无位通徛。阮知影你讲文艺比阮勇敢，亲像你爱一个的款，是因为阮无归允你，是阮有公平过这个人民，将公义贴伫地里。阮知影即要到，上主要互平远到伫即所在，平远毋是因为无饼，喙焦是为着无水。就是因为无通听上主的话，阮知影这一切的反常，拢是因为阮有业力，是阮无尽着你所交代的责任，阮有罪。阮阮打纵容人，阮有罪。阮为着家己破坏你所创造的天甲地，阮有罪。为着阮一切辜负。愿袂真心悔改，求你降落伊伫土地甲顶头所有的人，求你降落拯救伊的活力的世代，求你回心转意，煞你的大手，保降在的活力的百姓，求你对天听阮，赦免阮的罪。阮的地，恳求你目睭看，耳通听，伫即所在所献的祈祷，阮诚心爱的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当声祈祷应告。
请做伙来讲读上帝的话，你在你信仰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咧台语汉语本圣经新约56页。新约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咧台语汉语本圣经新约56页。耶稣坐伫库房的对面，众人利用钱摕落库房，坐坐富人用坐坐钱摕落去。有一个送香的军官人来，摕2个碗里的。耶稣就叫伊的学生来，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个送香的军官人所献的，比正献咧库房的较济，因为遐个正人是对因孙的来献，若是这个有钱人是对着伊的无够来一直献，伊所有的就是伊所挖口内外的。讲道。请吴玉轩传道讲道题目是2个碗里的。各位家己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日咱所看的经文，相信大家应该对这个故事拢诚熟。这个故事是咱对细汉伫主日学的时阵，就会看过，就有听过的故事。可能当我咧读经文的时阵，大家脑海中就有一个印象，开始想讲，这经文所讲的故事是安怎的状况？可能就亲像安尼，有一天伫圣殿，有真侪人来到圣殿要敬拜上帝，因可能要献祭米。可能是带了金钱，要献互上帝。安尼，即时阵
阵，耶稣嘛坐伫遐，耶稣就坐伫库房的边仔，伫看讲有一个人摕钱来奉献，有诶是足有钱的人，伊摕一个足大的袋仔，袋仔钱装了满满，然后就对。迄时阵奉献的时阵是对一个讲安尼一箍银安尼，互伊倒落去，所以就有钱人钱安尼倒的时候，滴滴答答一直落，然后就叮叮哐哐的声，安尼有真侪人就真爱听即个声，就是安尼叮叮当当像音乐共款。但是有钱人献了了后面有一个有领导，伊的袋仔搁伫边边的内面。人讲就可以尔，无偌济。伊行到奉献箱顶面的时，头前的时阵，伊就可以踏落，遐两声无啊。安尼，这段经文，互大家的感觉是安怎？这段经文到啥安袂了？咱从奉献了后，耶稣伫边仔看，伊就找伊的学生过来。对因讲，我实在甲你讲，啥物人奉献的较济，也是对咱来看，当然是迄钱较济、较大包的归落，这较济啊。但是耶稣讲，毋是，这个有领导，伊奉献的比村的人、比别人拢较济，因为别人是因有村的摕来献，伊是将伊所有的、金钱拢献落去啊，无保留互伊家己，所以伊献的是比遮个人搁较济。讲到遮，咱感觉这四段的经文，互咱安怎的感觉？这四段讲，其实咱也是较详细来看的时阵，咱看这四段经文。其实，互咱感觉是足上土的，足有钱的，上强的，有村的，有无的，所有拢同落的，只是嘛部分的钱同落安尼尔。安尼，对即段故事来讲，反倒是就可以互圣经所记载、所重视，迄真侪钱的。圣经无写讲，迄是偌侪钱，讲过尔尔。但是即段经文，互咱上注意到，嘛是最后一句，就是讲，这个有领导是将伊所有的钱全部献出去，将伊所有的钱献出去。伫一届的奉献中，这有领导，伊身躯的、伊厝内的钱，全部献伫遮。伊行出去了后，伊身躯无钱啊，一箍银都无，无啥物钱留互伊家己，无啥物钱互伊会当生活落去。咱若是讲今仔日，咱的教会有一个会友来，咱来奉献的时阵，伊将伊身躯所有的钱，甲伊的存折啊，或啥物钱拢献出来，全部倒去奉献袋仔内面，咱会感觉安怎？伊无留一箍银，咱会出去，伊无钱通食中昼顿，伊无钱通坐捷运，伊无钱倒去坐公车的钱嘛无。明仔载，伊厝内的水电，伊的生活费一箍银也无，咱会期待安尼的代志发生吗？咱会做公囝，咱会惊讲啊，你为虾米要安尼做？可能伊奉献了，礼拜了，约日就落去啊，就问讲，啊你为虾米要将你所有的钱拢献出来？啊你的生活要安怎？啊你食饭要安怎？啊你当是有啥物生活中过袂去的所在，互你要安尼做？因为伫一个奉献的时阵，将家己所有的摆出来，这毋是咱所期待的发生的代志。咱袂期待讲有一个人，伊奉献了后，伊的生活就无啊，伊的生活就无法度维持啊，甚至就讲伊的性命就无啊。咱袂期待安尼的代志发生。
今仔日伫圣经的有领导，伊所做的代志就是安尼。圣经写了足清楚，伊生活所需要的，伊全部献出去了，全部一箍银嘛无。这互咱感觉足不安的代志发生啊！为虾米？这是写伫圣经顶面的话，这互咱感觉有一个足大的伤痛。咱袂记来讲会友等的，包括传道，全部是拢解决出来。咱袂期待安尼的代志，但是就是咱有生活爱过，甚至讲圣经的教导嘛是安尼写，安尼为虾米安尼的代志发生啊？所以有时阵，咱咧解说这段经文的时阵，因为这个经文是互咱较无安全感，所以咱会讲。上主讲过，伊恨愈济，伊个祝福就愈济。所以，这个奉献当是一个试验尔，伊献出来，上帝一定会拣起伊济济的经济，上帝一定会维持伊的生活，上帝一定会互伊我较多活落去。咱无较多去接受讲，这个福音道，伊是圣殿。伫上帝的圣所放上伊当地的生命，但是无论安怎，这段经文都是安尼写，伊伫这个圣殿，伊的生命伊放落去了。除了这个圣殿了后，伊的生命就无明仔载了，无法度维持了。这是圣经明明白白写。当然，拄啊。我所讲的，写来讲上帝的祝福，上帝会互我靠伊的人，信靠伊的人会欠亏，这是真的。这嘛写伫圣经诚侪所在，无论是经验，也是马拉基，拢有写着。但是伫马可福音遮，马可所对人讲的故事，重点毋是伫遮。马可要讲的，就是一个重点。放落伊当地的生命，为虾米？为虾米？对咱来讲，咱袂期待讲这个福音人，伊离开圣殿了后，伊就枵死伫路边。一个敬虔的人，遵行上帝话语的人，咱袂期待安尼的代志发生，伊一定应该爱得到活命。但是，虽然讲传道是。这道三官一直讲，但是都强调一点，伊放落伊当地生命，为虾米？也是咱看，为了马可福音对第8章开始到第13章，这13章第8到第13章，这中间中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受苦，受苦。耶稣会受苦，跟对伊的人嘛会受苦，并且对第8章开始的时阵，耶稣就开始讲，我去耶路撒冷是要死伫遮，因跟对我是要拄着诚大的苦难。伫耶稣讲苦难这个代志中，到第13章的时阵，伊讲了更较详细。因将跟对我的人，伊后来因会拄着安怎的代志，人会厌恶你，会甲恁掠去关，掠去审判，因会受着济济的灾难，因会吞忍，因会忍耐，忍耐到底，安尼才会当得着活命。伫这个苦难的经文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妇人人的故事。伊将伊所有的放杀了，将伊所有的放杀了，并且已经承受这个诚大的苦难，这无的苦难。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啥？这个福音人，伊真正代表每一位咧跟对耶稣的人，跟对耶稣，跟对伊的道路，咧排起是一个，并且信仰的代价。
是怎样的状况，这个有人表明啊，就是爱拼通家己的一切，并且为着苦难来担当是一个，这是非常比较所做到的。伊伫圣殿，伊为着上帝的缘故，伊放下伊的性命，承受后来耶稣要做的代志。咱经文继续看落去，13周了后，就是开始是受难啊。耶稣互人领，也去审判，是伫地顶受死。耶稣伫这顶面的时阵，经受这个有领导，耶稣嘛拼通伊家己，放下伊的性命，并且完全的顺服，无留啥物互伊家己，无啥物保留的所在。对遮咱看到，一个跟对耶稣的人，一个要做耶稣学生的人，一个要学习做模样的人，应该做到的是安怎的典范？到遮，咱看到这是经文第一个重点，跟对耶稣的代表，爱拼通家己，爱放下一切。爱真正真实来跟对伊的道路，并且忍受一切的苦难。但是经文到遮还未了，这是对较大的方向来看。但是咱若是看伫12周中，12周是一个安怎的状况？伫马可福音11周开始，耶稣伫耶路撒冷了后，耶稣去问。耶稣去圣殿，耶稣到圣殿的时阵，耶稣做了啥物代志？大家拢诚熟。彼得，耶稣将圣殿的桌啊、交换钱的所在，全部拢变了了。对11章开始到12章，耶稣甲遐的文士、甲遐的长老、甲遐的祭司，冤家冤啊诚厉害，因攻击耶稣，攻击害当做遮的代志。耶稣嘛讲，恁的信仰到底是安怎的状况？规个11章、12章有真侪个冲突，并且伫12章的后来，耶稣甲文士辩论了后，耶稣将伊的学生带回来。咱会当看到伫马可福音12章第38节。到第40节，并且特别是第40节，耶稣讲遐个文士，恁看因表面的信仰诚好，看起来足虔诚的，拢有在祈祷，拢有在做礼拜，但是咧，耶稣讲伊的行为是安怎？因的祈祷是假的，伊伫圣殿的时阵，因坐伫悬悬的位。要互人尊敬，安尼得不了。耶稣最后是讲，因分奖，遐个无瓦可人，遐个孤立寡妇的钱，因靠一喙的全部吞落去。耶稣讲了遮个话的时阵，咱继续看，这是40节。41节发生啥物代志啦？耶稣拄仔讲有一个，耶稣拄仔讲遮个文士用孤儿寡妇的钱拢食了了，马上呢41节，咱看到啥物人出现啊？一个寡妇，伊拄着安怎的状况啊？伊的钱无啊，伫圣殿无啊，安尼伊后来了安怎一箍伊就无砸出去？耶稣拄仔讲。遮个圣殿，遮个奉节日，因将寡妇的钱拢吞了了，马上就有一个寡妇的钱真正互圣殿吞了了，安尼，大家会感觉做讽刺嘛？耶稣拄仔讲了，马上就有一个人过来，代志就安尼发生啊。所以咱看到这段经文第二个重点，圣殿出问题。上帝殿出问题啊！伫遮
个寡妇的奉献中，咱毋知伊为虾米，伊无要投资互伊家己，圣经无解说，无咱讲伊安尼做的，伊的故事安怎，是为着啥物要献上全部？但是咱做清楚，互伊拄着安尼状况的代志是安怎发生的？就是甲伊共一个信仰的团体，是本来爱引出伊信仰的文书，本来爱提供伊信仰的圣典，将伊的生活，将伊所有的钱全部借去，全部毁灭，全部破坏。咱看到一个寡妇，伊伫圣殿，伊竟然活袂落去，伫上帝的面，伊丧失伊家己的生命。这真正是做无合理的代志，因为圣殿是安怎的所在？是实践上帝旨意的所在，是亲近上帝的所在，并且伫上帝的旨意中，伫摩西的律法中，是安怎规定的？圣经明明白白有写讲，因的奉献爱起来帮助遐个送乡人，遐个孤儿，遐个寡妇。遐个厝外人，遐个一切无法度维持家己生活的人，因个奉献应该是来帮助因，互因会当活落去，互因个生活袂欠缺，互因得着活命，这是圣经应该要做的代志。但是咱今日看到一个寡妇，伊伫圣殿失去伊的性命，所以咱可可以常常想。咱继续看落去，啥物代志发生啊？耶稣去，这个代志了后，耶稣行出去，边仔的人讲：啊，先生啊，你看，这个圣殿是遮尔水，遮尔大，遮尔的金标。结果耶稣的回应是安怎？我是来甲你讲，这个圣殿。完全毁灭，一个石头无要伫另外一个石头的顶面，你的圣殿无一个未来啊！耶稣直接讲，这个圣殿无法度要继续存在。讲到这，但当然感觉，这真正互人足惨心的。为虾米一个敬拜上帝的殿？一个尊享上帝旨意的所在，反倒互上帝所放杀。互上帝讲，这个殿无价值，无要互伊留存，无要互伊继续存在，并且伊要完全的毁灭，是一个石头嘛袂当留的。一个圣殿，伊无法度来执行上帝的旨意，无法度遵行伊的话语，无法度实现伊的公义的时阵，安尼敬拜上帝的所在，咱都是敬拜上帝的所在。伫这种耶稣看见，这个圣殿，伊当再定一个买卖，当再定一名。伊要看到人的需要，21章，耶稣看到一个送乡的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伫圣殿伊无受到帮助，无受到应该爱受的照顾，所以对耶稣来讲，这个殿无意义啊！这个殿袂当实现伊的旨意，这个殿袂当实现上帝国的证据，所以这个殿。要亲像头一个共款，完全的毁灭。圣殿不是第一届，互人毁灭。咱知影，耶稣看到这个圣殿是，伊拢是咱是讲是第二个圣殿，伫后来互罗马人完全的毁灭。但在进前的时阵，所罗门所起的这个圣殿，后来安怎？大家拢知
先第个水讲，恁即个圣殿，无润探我的旨，无惊了我的名。恁的献祭，毋是发自恁在心的，是恁违背我的诫命的状况中，恁来献祭。所以，上帝离开即个圣殿，像以前个所讲的，上帝的灵光是正离开啊，并且圣殿就互巴比伦人规个规划。所以咱看到一个尊敬上帝、尊名的所在，是会互上帝放松。当因要照着上帝旨意的时阵，上帝嘛要考试伊。讲到遮，咱安怎？咱看到一个敬拜上帝的所在，会互上帝放松。安尼咱呢？咱是彼此按跟对耶稣的，按活出伊生命的，按遵行伊旨意的，按跟对伊的道路的人，咱要安怎会当保证讲？咱甲上帝是有关系的，咱有合伫上帝的道路的，咱有合伫伊的心志。这个答案其实嘛伫12章，伫马可福音12章中有一个经文，这段经文是写伫伫马可福音12章28节到34节。头前真侪文书来找耶稣拢是冤家，但是后来有一个文书，伊来找耶稣的时阵，伊的态度无共款。伊感觉讲耶稣真有知识，很有知识，是他想伊想要去问的。伊想讲伊问耶稣，伊会当愈了解上帝的道路、上帝的旨意。所以，伊问耶稣一个足重要的问题。伊看到有这样的概念，伊问耶稣讲：这一条是上重要的，哪一条概念是最大、是头一个？耶稣的回应，大家嘛真少。以色列要听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就是你的上帝，第二个讲，就拆厝比亲像家己，剩的界面无比这两条较大的。耶稣讲了这个经学书，伊的回应是安怎？耶稣讲了真正真好，伊就讲老毕啊，讲了真正好，这两条界面真正重要。对啊，也是讲上帝一个。这是对的，也是讲咱真正是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听伊，咱听厝边亲像家己，安尼就赢过当众的限制，当众的礼礼啊。为了耶稣对伊讲，你比上帝的讲无偌好啊。耶稣肯定伊的回应。所以，这咱就知影讲，咱要安怎来亲近耶稣？圣经写了真明白，听主、听厝边，就这么简单，这么清楚。听主、听厝边，这样条件是所有律法甲圣理的总论头。所以，咱看马可福音的时阵。靠是安怎甲人讲？咱要对对来拄着上帝，伊对来体会上帝的心性，伊对来体会上帝的同在。伫马可福音中，拄着上帝的所在，毋是伫圣殿，反倒是咱平常时袂注意的所在。咱会当伫方方面面的管家的厝内。伊一个无名的妇人人的手，咱看到耶稣伫遐，伊个妇人人上
上游，搁伫耶稣的头壳顶，搁伊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只有领导的命，伊马可互因咱毋知，这个所在是一个无神奇的所在，是一个大麻风顶的所在，但是伫遐咱拄着上帝的信心，上帝的恩光，并且伊是一个顶面。一个互人拄的、互人祈求的所在，咱伫遐看到耶稣伫遐做王，做以色列的王，做全人类的王，并且伊的死要替所有的人带来活命。所以耶稣甲咱讲，伫上庇佑的上所在，是上无重要的人的身上，咱会当拄着上帝的荣耀，耶稣是安尼讲的。你若是接待一个上圣人的人，就是接待我。所以讲到这，咱做一个祈祷，咱要安怎来亲近上帝？是讲亲近上帝有时阵比较真困难的。虽然我讲听上帝听厝边就好嘛，但是讲了简单。咱咧做的时阵，真正无真简单。咱有真侪家己的想法，咱会感觉讲，咱要听人，咱要听啥物人？咱要献祭，要献奉献的时阵，咱会想讲，咱献偌济，上帝，伊也安怎来对待我？咱会想讲，咱做真侪好事，咱做真侪工。咱做真侪正确的代志，安尼也是照咱的观念，当是咱的祝福，也是爱共款爱平平。但是上帝讲，上帝的真理就是安尼。咱是真正去见到的话，咱常常感觉无公平。咱做了真侪，但是上帝回应的。真一物仔，咱做了真侪好代志，为什么今仔日煞无一个好日子？也是咱一个算，咱会感觉讲，我无法度满足，我的需要一直是欠缺的，但是呢，咱免法回归上帝，对头前讲到这。伊会爱拼通家己，不是我，是上帝。咱像放落家己的时阵，咱才会当看清楚讲，上帝的旨意是安怎，上帝意爱是安怎。咱将家己的自尊、自高，先放一边，先看讲上帝要安怎来引带，安尼道路就简单啊。因为上帝的道路是清楚的。互人会当分对，就是这种句话，听主听厝边，咱先把主放伫第一位，把家己放伫边仔，只互主的需要、主的旨意先满足，后来咱就会感觉讲，家己是互主放神，互主放边仔，因为伊已经参与伊的荣耀啊。并且听厝边，也是咱真正听的时阵，咱袂去分讲，这个是我爱听，这个是我不爱听，因为无论这个人是可爱是无可爱，伊天父来看，伊当然听，但是天父的心意是安尼，所以咱的心也应该是安尼，咱应该照天父的模样来听所有的人，所以。讲了，虽然讲做简单，其实嘛做无简单，但是咱的义务是啥？是咱去做，上帝会帮助咱。虽然咱的力无够，咱的气力无够，咱的自我有时阵伤过人，但是咱会当倚靠上帝。这就是咱信仰的根本。咱毋免靠阮家己的气力赢赢，因为阮知影靠家己。咱做袂到，咱无法度完成。咱有上帝通倚靠，咱有上帝的气力通倚靠，咱的失败，上
上帝的示范，所以最后一项代志，就是当上帝邀请的时阵，咱要怎回应？亲像迄时阵，上帝对耶稣对阮就讲，阮对我的时阵，咱当时就应该像彼得共款，全部物件就放下，来阮对耶稣。但是上天有一个少年人，耶稣讲共款的话，讲来阮对我的时阵，想讲，我放袂落上济啊，我无法度。这就是咱爱做的选择，咱相当合头。亲爱的主，阮以来你的话有，因为你的话真实，互听的人得着活命。阮以来跟做你的真道，你的道路，但有时阮自高自专，也阮家己做惯，总当阮甲你的关系，求你救赎阮，赦免阮，牵阮的手，行你义的道路，祈祷拢是奉主的名求，阿门。请贤贵州部来读今仔日的经，咱社会来读。咱教育时代。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72首，圣诗72首。
啊牧区定咧今仔日下晡12:30到4:30，要邀请黄显光牧师来教导打靶灵命更新课程，请所组小组长甲对灵定换新有学习意愿的兄弟来参加。第二点，张淑君姐妹1月初2拜四，公主文调，定咧8月初2拜6下午1点，在本教会武平国的礼拜，请为遗族来祈祷。后天的部分老错，请长职来敬献。周间的聚会甲后礼拜成功同在，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你第二个敬奉兄来祈祷，那么为着你随疗养的邓妈妈、水梨兄、慧玲姐、廖罗素梅姐、敬奉兄以礼、陈吉荣长老、陈文兄、方梅姐、志金姐。林理姐、秀霞姐、李霞姐、高怡姐、阿淑姐、惠子姐、谢丽兄、陆丽姐、阿玉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李雀老师、嘉豪姐来祈祷。那么为着怀孕的姊妹嘉怡来祈祷，求主手随平安。咱为着咱的教会集体，为着咱教会事工，为着咱所徛起的台湾，甲咱的世界，咱随随来祈祷。主啊，感谢你的怜悯，甲你的恩赐，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做伙来敬拜。主，阮有一个兄弟姊妹因为身躯欠安的问题，所以无法度来到你的圣殿。阮恳求你的怜悯，你奇妙意义悠远临到因，互因会当体会到主你极大的同在。主，恳求你来帮助遮个兄弟姊妹因的家庭，透过因的帮助，互遮个看病兄弟会当得到更较紧来好起来。我也为着阮的姊妹嘉怡的怀孕来感谢，阮恳求你来保守帮助伊，互伊怀孕的过程有上帝你的看顾。我也要为着阮所徛起的台湾，甲阮的世界祈祷，主恳求你保守，互阮虽然伫疫情的中间，互阮会当更较超找你，互阮虽然伫经济无景气的时代，总是互阮当仰望你，因阮相信你是守岁的上帝。就恳求主你亲像今仔日的经文，会赐阮。阮会当尽阮所有来献落你，无论是阮的金钱、阮的时间、阮的材料，主恳求你拢使用。主，阮也为着兄弟姊妹未来新的一个礼拜，阮的工作，也是阮的家庭生活、阮的学业来祈祷，恳求你祝福。特别伫暑假期间，有真侪人出去来佚佗，也恳求你保守，互阮拢每一日拢有上帝你所守住的平安，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临圣诗390首，圣诗390首，停止了后，请牧师上座，请。对即时到因切来无尽，阿门。